敌从四面攻击，在天和地的震荡的时候，我投靠大能耶稣。在天和地都震动的时候，主耶稣，求你将我藏在你的怀里。在这个动荡不安、充满了天灾人祸、人心惶惶的时代，主啊，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主啊，唯有你是我的避难所，在患难之日，我要求告你。主，你必搭救我，因为你是我的山寨，你是我的磐石，你是我一生可以依靠的。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我一生要来投靠你。我投靠你。